做无起嫌咱真欢喜。好，咱阁讲仙道大师伊比例啦，讲宏愿者是啥呢？宏愿者真开阔，这阿弥陀佛遮大的心愿，伫历史上就是这伫讲观经内底一句话：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，莫不该成。阿弥陀佛大愿业力，为正常言也。各位，这伫讲啥？各位，你爱体会，爱去深深去甲了解。这句话，甲你一辈提起。咱人千万袂使骄傲，我真敖，你敖安怎嘛是靠阿弥陀佛。你真合万，当然是一定爱靠阿弥陀佛啦，对不对？你有德行的人，你爱靠阿弥陀佛，知无？你无德行的人，更该靠阿弥陀佛。这句话来甲咱提起，伊讲一切善恶啦，凡有一切善恶的凡夫，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。不管你是善的凡夫，也是恶的凡夫，你今仔日有法度顺势达成你的愿望，往生去西方者，是安怎来？你嘅善，咱来讲善的凡夫，善对世间做好人咯，也是对天界做天神咯，也就是讲你是罗汉啊，也就是你是菩萨啊，各位这种善的人嘛，各位对不对？哎呦，好人，这拢是好人。但是这个好人呢，不管是天神，不管是一般咱伫世间，都真规矩啦，真有道德，真有品行的人，对，这善的人呢，你若是要希望去往生西方，安怎嘛同款，一定要靠改成的，全部拢是靠阿弥陀佛，完全来靠阿弥陀佛。你要去西方，就是要靠阿弥陀佛。啊，咱恶的凡夫都免讲啊，咱袂晓家己袂晓修行。咱若无靠阿弥陀佛，肯定是爱坠落，绝对爱去受苦，因为因果是分明的。你所做的，你恶的凡夫，就是你心性较歹、较弄毒、较嚣强，做代志真绝。这款的对象都是恶的凡夫。你今仔日想要往生，嘛共佮一定爱靠阿弥陀佛，你是非靠不可就对啦。善的凡夫就靠阿弥陀佛啦，何况咱罪恶的凡夫讲，对不对？好，佮讲啥？阿弥陀靠阿弥陀是靠啥？靠啥？靠阿弥陀佛的什么物件呢？大愿业力，阿弥陀大愿，什么叫做大愿？各位，伊有一个心愿要救咱念佛的众生，不管你什么对象就对啦。知无？我就是非救你不可就对，我不忍心看咱这凡夫众生安尼受苦，伫六道内底折磨，不忍心，所以伊靠伊的大愿，这个愿就是无人不救，无人不度，无一个人无要甲你救就对，无一个人无要甲你度你，这就是阿弥陀伊的大愿。阿弥陀的大业啦，伊的业。道业啊，阿弥陀安怎伊的大业？各位，伊受五劫的时间要修一个办法，安怎如何帮助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？大家个个拢有希望。善的人有希望，恶的人嘛有希望，伫地界的众生嘛有希望，伫精世道的人众生嘛有希望。安怎样互所有一切无穷无尽的众生，人拢有希望。佮伊受用五劫的时间呢？五劫，什么叫做劫呢？各位，劫我就捌比例互恁听。劫一小劫啦，一小劫，各位，就是讲有一个仙女啦。有一个仙女安尼穿迄吼白鞋啊，即种安尼衫安尼飘飘然的安尼，非常的自在安尼啦，下凡伫即个世间，用伊的鞋安尼，看到一粒大石头，即个大石头偌济，哎呦，悬40米，悬40米，宽40米，长40米安尼，即个大石头真大粒的，不得了！但是这个仙女呢，用伊迄鞋啊，都是穿的迄领薄纱金薄的迄个薄纱，安尼贴起来安尼背，皮背即个石头，背到即个石头拢消失啦，无法度看到啊，拢无存在啊，安尼不做讲，这形容
这叫做一小劫。毋是摕即个菩萨摕来撸咧，毋是安尼来撸咧，是安尼背，安尼讲，背到即个石头拢无去安尼。我问你，喙手拢白啊！你毋知要出世过偌久，都毋知哦。各位，安尼一小劫，一小劫，各位20小劫才一个中劫，一个中劫就对。4个中劫才一个大劫。佛祖用5大劫的时间来伫思考，我安怎样用什么办法来互众生有希望，互众生人拢有资格，互人拢袂去受苦。我到底要用什么办法呢？5劫的时间，咱若要决定一个代志，你若1分钟就决定了。我快，偌紧的偌马车，你敢？但是佛祖是用5劫的心中小心啊，为着要救度咱众生，是用安尼的态度来伫应付美国救度这众生的这个伟大事业，对不对？这个非常大的使命，伊要完成，伊是这么谨慎啊，毋是啰嗦，毋是随便安尼，马虎安尼就对安尼，毋是，伊用5劫的时间来伫修。心中来去考虑完了，才知影讲原来众生无啥物办法通考究，唯独是我，今日我阿弥陀代替众生先来修行啦。我甲将修行的一切功德呢，甲伊浓缩、甲集中，放伫这个阿弥陀这个名号。我后摆若成佛了后，我的名叫做阿弥陀佛。我愿意将这个功德放伫这个名号内底。众生啊，拢念着的时阵，各位，安尼人拢靠我的名号的功德，可以去释放，可以去释放，可以去解脱，可以去成就。各位，你看，这阿弥陀一般咱佛是修3大无间之劫，但是这尊佛祖阿弥陀佛呢，用兆载万劫的时间，兆载万劫，所以伊这么辛苦，这么久长，各位，这叫做伊的大业，叫做大业，台湾大业，伊的道业是这么辛苦完成的。伊要救度众生是付出这大的心血，所以讲咱知影讲阿弥陀佛原来伊修万善万行啦，修六道波罗蜜啦，为咱众生舍身舍命，这就叫做伊的大业。什么叫做大业呢？业就是名号的功德力就对，一定爱伊成佛了后，伊绝对要达到完成成佛。伊安怎有资格通成佛呢？就是所有念着甲念伊的名号的人，拢爱去释放，安尼，这个名号才有功德啦，伊才要成佛。所以咱就知影讲，这个名号真有力，念着的人，大家拢会当去释放；念着的人，大家个个拢有资格。所以这叫做大力。阿弥陀佛，这个力，这个名号的力，真大，无穷无尽。在生你若念佛，方向化结啊，要求财得财，求平安得平安，求富贵得富贵，对不对？你要求啥愿望，伊拢甲你达成。你要死，搁因带念这个名号来带你去西方净土，各位，所以伊有力。这个名是台湾大业，为正常言，咱今仔日善的烦恼、恶的烦恼，这人拢是靠阿弥陀佛伊的大愿、大业、大力，安怎为正常言是增加你上至高无上的这因缘呐。各位上悬的因缘，今仔日你的气的缘伫倒，都是靠这个大愿、大业、大力这个缘。若无靠阿弥陀佛这个业力、这个大愿、大业、大力，咱各位无这个因缘通去。无这个因缘，无这个机会通去释放，咱无法度，因为咱众生的修行各位复杂的，无单纯的修行，无清气的，咱修行进退，心无单纯。今仔日若进步一点有信心；明仔载若小可咧受气懊恼，都无信心，随软弱。所以咱的心是真容易变的。但是佛祖要求你的心，拢袂变，永远都袂变。伊名号伫遐嘛，名号伫遐，我绝对要求你就对。所以这就是知影讲，所有善的凡夫、恶的凡夫，拢完全是靠阿弥陀佛伊的这种大愿、
第一为上重要的一面就对。 上要紧的因缘，若无因缘就是这条件，若无靠阿弥陀佛这个条件来甲咱救，咱众生无迄个福气咯，咱众生无迄个条件通去咯，所以安尼知无？所以一定要知影安尼，这对咱来讲有重要无？真要紧，这个观念你一定要知影，你若知今日来学佛啊。 我感谢阿弥陀佛啦，我感恩阿弥陀佛咯。你安尼替我无微不至，甲我设想，一切的办法都是要为我去考虑着对。佛啊，你这慈悲哦，你为什么这慈悲啊？所以咱就讲慈爱父亲阿弥陀佛，你今仔日去到倒位啊，你出世做狗啊、鸡啊、猪啊，伊嘛要救你就对了，绝对要救你就对。 所以咱就知影讲，哦，伊甲咱的缘真亲，缘真亲，亲足亲的就着像咧海真亲，人甲人佫真亲，足亲密的，咱两个靠近徛做伙，即叫真亲。咱甲伊安尼拢无距离，叫做真近。到佛祖的缘安怎真亲、真亲、真近就对，对不对啊？咱甲佛祖原来是安尼。 因为伊甲咱当作，咱拢是伊的宝贝宝囝，咱拢是伊的囝，咱拢是伊的事实。所以讲，只要你顺伊的愿念了好，伊就救你就对。所以咱这世代人会听到这个道理的人，足有福气的个，对不对啊？足有福气，无你无第二个办法，你当你今日修禅宗、修什么各种各派都无要紧，但是你无迄个条件，各种各派拢真伟大。 每一个方法、修行方法，拢是真殊胜，但是重点是问题咱修袂起来。你毋是这块材料啊，你无这个条件，佮安尼知无？啊，你无这条件，你就毋好甲时间浪费糟蹋伫遮，对不对？你应该赶紧甲你做有把握的，你家己做会到的。 安尼知无？吼，你做会到，有法度去兑现咧。安尼你好好行这条路，你的生命才袂浪费过，对不对？安尼好，这条真重要的一句话，咱甲收起来。